台南建城已经有400年的历史，尤其伫中西区的古迹，密度是全台湾上悬的。其中，台湾手庙天坛就当咧举办古迹巡礼，结合走庙的活动，邀请民众会当哪运动、哪学历史。全程有4.2公里，沿路会经过20个古迹，互民众会当用实际行动来认捌台南的文化。台南建城有400年的历史，其中台南中西区的古迹密度是全台上悬。台湾手庙天坛为着要互民众认捌古迹，规划古迹结合走庙活动，带民众哪游览哪学历史。特别举办了5层践行活动，主要是针对中西区的就那个有名胜古迹啊。走庙活动路线全程4.2公里，沿途经过20个包括林百货、台南合同厅舍、地成功祖庙、国立台湾文学馆、赤坎楼、台南孔子庙、武德殿等等的古镇和市定古迹。台南是古都，古都咧当然是有古迹，古迹大部分集中以迄个即届要巡礼这路线。拢总有4.2公里吼，拢有20几个固定和市定的古迹。古迹走庙活动串联台南出名的庙宇，甲台南中西区古迹观光景点，推广全民运动，嘛互民众用行的了解台南历史古迹、建筑特色甲宗教文化，学知识佮兼顾健康。第一届办就真受欢迎，所以嘛安算未来会继续扩大举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